这个礼拜已经进入到这一个棕树主日。棕树主日就是我们主耶稣他在这一周，就是到逾越节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整个流程来纪念主耶稣的受苦。所以我们以后呢，在各地的教会节期都在纪念这件事情，而且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那个节期的一个名称。那教会呢有预备了一份这个受难周的灵修默想的资料因为为了想节省这个书面的这个纸本的，我们就印了一部分放在1楼的柜台。你如果觉得灵修在这个礼拜除了你自己本身的查经以外呢，能够用这一份资料，每一天一篇短短的短文，一段经文来思考主耶稣的受苦，而且他每一天都有一个就是节期的名称。比如说今天是棕树主日，是我们的受难主日。那明天礼拜一呢，就是耶稣的训诲日训诲。那第3天就是辩惑日，都是耶稣在跟犹太会堂的文士、祭司长辩论那到礼拜3就叫做退休日，耶稣就安静了，因为他预备要受苦那再来礼拜4就是我们的圣餐日，礼拜5呢就是主耶稣的受难日，那礼拜6呢就是主耶稣在坟墓的时间每一天都有一个节期，让你知道这个受难周虽然在我们台湾呢没有这种节期但是我们自己基督徒要守这个节期这样子。那今天我们除了这个受难周纪念主受苦之外，我们还继续我们标杆人生的一个成长人生学向基督的一个学习那刚刚我们读了2段经文，我们下面会根据这个经文来分享这个主题那我们的4月份进入到我们标杆人生研读的第四部分月份那这个月份呢，等于是第3个人生的目的。4月，但是第3个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被造是为了像基督，这个总主题。那我们把它做一个简称，就是成长人生。那成长人生呢，我们教会的事工宣言在楼下的大柱子那边有5项。那我们进入到第3项，就是成长培育。那成长培育里面，有一个名称主题就是培育训练生命成熟。所以你知道，基督徒要接受培育，你的生命才能够完整，能够成熟。那我们这个文字就是按照这个标杆人生跟我们教会的这个标语就结合了，以学像基督，荣耀归给上帝，这个叫成长的人生。那我们上个礼拜也看上个礼拜也看了这个标杆人生的全垒打图这个我们棒球台湾很熟悉啦，你就知道说这5个人生就是像你在跑垒一样，你跑完了你才能得分那我们这个成长人生是在哪里呢？成长人生已经到2垒了，这个是培育成长人生。那再来我们就是要进到3垒，就是我们的侍奉，委身侍奉，然后到第本垒就到了宣教人生，我们要得人如得鱼啦，我们要邀人来归主啦。所以这个图呢，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概念，至少会记得起来说你到2垒是什么事也许这种图下一次牧师把它看在周报，你可以或是贴在我们的群组里面也许在我们的那个光岩人生的那个网站。那今天是我们的棕树主日，我们怎么连结呢？因为主耶稣在最后一周他所做的示范，成为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要学习的目标。所以棕树主日是在纪念主耶稣的受苦嘛。那我们是借着受难周的灵修默想来纪念主耶稣的受苦。刚刚有提到了，我们这个纪念专辑呢，你可以用纸本的拿回去做灵修，我们也把它po在网站里面，你可以随时用手机、电脑来打开，来根据这一天的经文跟短文来做默想。那我们也在这一周呢，借着耶稣所做的他的十字架的牺牲的爱，我们在学习成为一个我们的标杆。所以我们基督徒从一个成长的人生是学习什么呢？就学习耶稣基督，学习像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完整的圆满都完成像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像，我
我们要跟随，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得到学习。所以，我们也这一周一起来默想主耶稣受苦的爱哈。有几张图片，我们可以稍微浏览一下。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受难周主耶稣所做的事。第一个是主耶稣他骑驴，就在今天棕树主日的时候，跟着这些学生骑驴进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众人呢，耶路撒冷的群众都欢呼，因为他们以为因为英雄要进城了，他们欢呼哈利路亚和散那大卫的子孙，哇，好高兴以为这位英雄要来拯救他们。但他们所理解的拯救跟主耶稣的拯救是天跟地的差别。所以呢，主耶稣一进来，不是领导他们革命，不是领导他们跟罗马的帝国抗争，他竟然是到圣殿里面来赶除那些换银钱的、卖鸽子的那些像市场一样的。哇，这些人呢，原来他们慢慢理解，耶稣的革命是革这些人的心，改变他们的心。他们原来的革命是想耶稣当英雄，当大卫，重新复兴他们的以色列国。那再来呢，主耶稣，我们刚刚不是有说训诲日吗？辩惑日吗？主耶稣到这个祭司长面前、长老面前、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辩论。那他们知道说，哇，这个耶稣所讲的正中核心，探讨到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敬拜上帝的态度，完全都已经离题了，所以他们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是要害耶稣，因为他觉得耶稣太危险了，不除掉不行。那耶稣呢，就在橄榄山来讲道，来宣讲他的话语。耶稣在礼拜四的晚上邀请学生一起在一个楼上举行最后的晚餐，然后耶稣也为学生来洗脚，表示说你们要学我，你们就要像我一样谦卑学习，为人家洗脚，表示要服侍人就对了哈。然后耶稣就跟学生一起到客西马尼园来做祷告。在那边他开始挣扎，因为他知道要走上各他的道路不是一条平顺的，不是一条快乐的，而是受苦牺牲，要担负世人的罪。所以这个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有不同的图像，让我们去思考那有神的天使陪伴着他，然后呢，同个时候犹大已经去跟这些罗马就跟这个宗教的领袖已经跟他们约好要出卖耶稣了。到最后犹大呢带领这些兵丁来到客西马尼园，然后就把耶稣抓去了，然后到他那个大祭司那边做审问的时候，彼得竟然在那个时候3次不认主。那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伤害，因为耶稣爱这些学生，但是当遇到那么大的挑战的时候，还是敌不过那个生命的挑战。彼得他3次否认耶稣基督，然后就在比拉多面前来受审在比拉多面前受审之后呢，就被隔天的中午就被钉十字架，然后跟两个罪人一起钉。最后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耶稣断气了，学生呢就把耶稣领下来遗体为他做安葬，直到下个礼拜天主耶稣就复活。整个流程也许你可以读耶稣受苦这段经文，每天来默想，也可以用默想的这个资料来思考主耶稣的受苦。那我们说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成长，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就从这边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课本就对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说，我们成长的人生要学习像基督。那上帝的心意就是我们要长大成人。基督徒他不只是一个标签说你是基督徒，那个基督徒是一个动态的，基督徒是一个充满生命的能量的，基督徒是显现耶稣基督的，就像你是耶稣的招牌，
你是用你的生命来见证耶稣的，所以你要长大成人，你要满有基督的身量。以弗所书4章13节这样说：最后，我们将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跟认识，我们将长大成熟，达到耶稣基督那完整的境界。换句话说，神呢要我们基督徒跟随他，他有一个目标哦，有一个期待哦，有一个标准哦，就是长大成人，要像耶稣基督的身量。那第14节这样说，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再像小孩子。不是小孩子不好，是小孩子他需要成长。你永远停在小孩子，你就担心了，你的家里小孩自能自立，一直活在5、6岁，你会担心嘛？对不对？我们要成长起来，我要成熟起来，还不至于像小孩子中了人所编造的各样巧妙的诡计，随着各样的学风飘来飘去。换句话说，基督徒你必须要坚定你的真理信心，你跟主耶稣一样成长，你才能够抵挡任何的一个邪说、一些风言风语。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很多的资讯，我们的网络还有很多不同的学说在影响我们对主耶稣的信任。那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坚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第二个是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凡事长进，有基督的身量，还要凡事长进，因为在各方面我们生活的各样表现都要成长，要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哈。以弗所书4章15节这样说：相反的，我们要以爱心说诚实话，在各方面向着基督不断长进。所以呢，我们从耶稣基督他的一个受难周的表现，我们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的成长目标，你就是要学像基督。基督成为一个活活的课本，让我们各方面去学习。换句话说，耶稣做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表现什么，我们就学像他就对了。他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标杆。那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这个名称是从安提阿教会所得到的。使徒行传11章26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各位弟兄姐妹，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不是一个名牌啦，不是一个名称啦，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人。因为当时安提阿教会的人，他们学了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按照这样子做。那其他人看见这些人怎么那么特别呢？他们像什么呢？讲不出来。所以就说原来他们是学基督的，所以他们叫基督徒。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学习耶稣样式的人，那就是基督徒。所以你所做的、你所说的、你所思想的，要跟你的名称相像嘛。不然我们就讲一句话，叫做挂羊头卖狗肉。现在很多食品呢，卖米粉里面没有米粉，你卖这样的东西里面没有那个成分，你卖咖啡原来是用化学调的，那你怎么算是跟这个食品一样呢？我们基督徒你没有基督的样式，那很奇怪啊，挂这个名称根本是骗人的，对不对？好，那学习基督有几样的这个要求。第一个就是恢复上帝所造像他的形象跟样式。我们要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是从罪人被拯救嘛，那我们等于要重新塑造，对不对？塑造一个原因就归回到原先上帝创造我们的样式。所以请记得，我们知道只有人类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而造的，其他的动物、植物、生物，他说上帝造，但是他没有说按照上帝的形象。意思我们人类是独特的、唯一的，所以我们叫属于灵的类这一类，因为我们有属灵的，因为上帝创造人类之后还吹了一口气，对不对？他是有灵的活人，他不是活人哦，还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也许有一天机器人呢，他做的事情比你还厉害，他的数学运算已经超过我们了，他玩围棋比你厉害，但是你说他是有灵的吗？机器人有灵魂，那就天下大乱了。神特别在人类的身上吹了一股活气，是属灵的活人，很特别。第二个，我们要学像基督的品格，
有圣灵的果子，因为这个是外显的。你有圣灵的果子是在你身上，不是在心里面，你还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成为上帝所创造原来的模样，而且你是表现出来，跟人接触，在你的职场，在你的生活，在你各方面都结了果子。那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哈，22加拉太书5章22节开始，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有这些，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换句话说，律法是禁止人家做坏的啦，做恶的，但是他没有禁止你做这些事情，表示说这些是神所悦纳的，是圣灵帮助你，你才能达成的。这些不在法律的限制里面，因为它是加的，是呈现出来的。所以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这段经文的特别在哪边？他说，你这些法律不禁止的这些果子，是圣灵给你，你才能得到。但是你本身有的人的罪性，就是肉体的邪情和私欲，这些东西你甩不掉啊。圣灵可以加给你，但是你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要跟主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很注重这个受难周，因为我们要跟主耶稣一起受苦。你知道很多累赘，很多残累，很多这个肉体的束缚，很多邪恶的思想，很多的那个捆绑，我们常常要把它甩开，甩不掉。你记得耶稣基督他愿意被钉十字架，是因为你的罪啊。所以我们只要跟耶稣走同样的道路，你才能把你这些不好的肉体的邪情跟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你就不会被他捆绑了。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不好，但是我甩不开啊，我离不开，因为你必须要靠圣灵的力量，你要靠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你接受了耶稣，你才能完成这件事情。第三个，我们要学习像基督，就是圣灵这个品格，基督的品格是受圣灵的塑造在我们生命当中。换句话说，这个东西呢，不是我们自己装进去就装得进去，是圣灵深刻的烙印在你生命里面，圣灵帮你装置进去了。人可能要用智力，我们自己的操练，我们自己的自我的苦修来装设自己，其实那个生命还是没办法完成，是因为有圣灵跟你同在。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见证，这些故事都看见说，他原先本身为什么做了那么多坏事情，犯了很多的罪，甚至吸毒做坏事，他的一生就感到要毁掉的样子。但他触摸了圣灵，耶稣进到他生命里面，他就完全改变了。以前不可能改变的这样的浪子，这样的为非作歹的人，竟然改变成另外一个人。只有圣灵能够做这件事情。最近我们在做门徒学校，那我们在必读的课本当中，还有一本叫做《幸福到你家》。这本书呢，其实是幸福小组在推动过程当中，很多原先不认识耶稣的人，因为经过幸福小组得救了。他得救不只是我觉得耶稣很好，我来信，那这样子一个皮毛他是因为信了耶稣，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他的品格完全被操练了，所以他把他的见证写下来。所以我们的门徒学校的课本呢，其中有这一本，那我们有鼓励我们这些学员去买。其实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没有参加门徒学校，你也可以到办公室来去看这本书，叫做《幸福到你家》。那教会还有特别的优待了哈，原来200多块，我们就卖了150，是让你说，我花一点钱，我觉得珍惜，你就会认真去看这样子哈。这些生命的改变，让人真的是赞叹说，哎呦，怎么有这么样奇妙的故事？那你愿不愿意也承接这个奇妙在你身上，在你的亲人当中哈？所以记得，不是人能改变。我知道很多父母亲一直要求孩子要这样子这样子做，他讲不通，
有时候你太严格，到最后跟你闹翻了，根本就不理你了。所以以后你一讲他就离开。但是你如果付上祷告的代价，你的生命改变，你的孩子要跟你的改变。这些《幸福到你家》这本书里面讲了好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呢，我们的品格是靠圣灵来改变的，不是靠自己操练的。所以呢，加拉太5章25节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你是被圣灵所抚养的，被圣灵所操练的，你就要被圣灵所改造。而且还有一段，就是说在你里面塑造像基督的品格，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圣灵同工，记得求圣灵来改变你，不是用人的操练。第4，我们要学像基督，就是要学像基督是一生的过程。你知道，它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塑造成长，不是1天2天就把它完成，是一生的过程。因为要学像基督是长期而缓慢的，也许是一种起起伏伏的。有时候灵命很丰盛的时候，你因为圣灵塑造你是非常的完整，突然间又有某一个部分又低下来了，你要重新学习，重新成长。所以这个叫终生的学习。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不是说我受洗了，完全得救了，我什么事情都完成了，不是，是因为你要开始学习耶稣基督，你要见证你得救的这个生命是一生恒久的，直到我们去见天父。所以呢，我们在推动富强门徒学校，我们的门训就是在呼应这个要求。所以我期待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一种很简单的想法说，我信耶稣了，已经很好了。是因为你必须要成长，成长是你的生命的成熟，这些成熟要透过一些训练，透过在福音的现场被操练，在你的生活当中一直做见证。所以我们成为基督的样式有3个责任哈。第一个，放弃以往的行为模式，那这个要放弃很困难，对不对？很多人很多习惯放不了，是要靠圣灵来工作。第二个，必须改变你的思想方式。第3个是培养新而敬虔的习惯，来穿上基督的品格。这些都是要靠圣灵的，而不是人自己用一个开课上课知识的累积，不是，是你一直磨练，一直操练，一直圣灵的带领，你才有办法。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像主耶稣基督有几个步骤。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就是成长的途径。第一个，你要学习真理，你要用心在圣经的学习当中，而不是只来教会听一听就回家。你要有自己读圣经的规划，你要有读圣经的流程，你要有一个研读圣经的方法。所以呢，以弗所书4章21节说：“你们无疑听见过他的事，做了他的门徒，学到在耶稣里才有的真理。”保罗告诉了以弗所教会说：“你们有学习到了，学习到真理了。”所以我们要做这三个方面，成为学习真理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第一个，你要相信圣经的权威，因为如果你也把圣经当成一本书、一个小说，或是一本道德书，你只可以选说我要或是我不要。但是你承认圣经的权威的时候，是说这是上帝的话，我必要遵行。能遵行到几步还不知道，只是说我认为我要达到像圣经的要求。第二个，你既然承认圣经的权威，你就是要努力去学习，心思意念都被圣经所充满。所以你要学会读经，你要研读圣经，你要抄写圣经。我们的门徒课程呢，还有很多课程是经文，它把它空缺一段，你要去翻圣经才能抄出来的。第二个来是背诵，我们等一下会背诵我们的金句。你背诵的越多，就金句圣经的经文就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当你遇到挑战，当你遇到抉择，当你遇到一件人生要思考的事情的时候，圣经的经文就跑出来了，你的心思意念就跑出圣经的教导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心思意念被圣经充满。当然我们就要遵行圣经的话语，因为圣经的话语不是知识的累积，不是拿来跟人家辩论用的，而是你真正的施行的。第二个途径就是要改变心智，学习真理就是要让你改变你的心智，改换心智。以弗所4章的第23节
有这样跟我们说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好了，心思意念怎么更新？要悔改。很多还没信主或是信主不久的人会觉得说，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要悔改。其实悔改的意思是改换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优先次序，改变你看重的事情。所以一个原则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这是腓立比书所告诉我们的。换言说，你的心思意念是靠着圣灵来改变你，而不是你一个念头改变，那重新又回来了。是整个生命的理解、认知，甚至成为一个你自然的反应，自然的反应。所以呢，改变你的人生，就要改变你的自动导航器。我们都用车辆的 GPS 在导航。你本来要到那个清境农场，你只要把它输入，你就知道说它会到哪一个路要弯，要上高速公路，要下高速公路，都跟你讲好了。我们人生有一个导航器，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思考模式，那会让你做其他的事情。你的习惯养成了，因为我思想模式就这样子。所以呢，你要改变你这个导航器，你要重新设定，要悔改。所以这个悔改不是一种只是做错事情要改变过来，而是整个思想完全的改变。所以你的思想模式会决定你的感觉，你的感觉会影响你的行为。刚刚我讲了，你的 GPS 既然是定到清境农场，它就不会带你到那个北海岸。但是你的人生，如果你的思想模式是往坏的方面，它就会一直引导你。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喜欢。你在外面遇到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你回来可能会对太太、对先生发脾气，你对小孩子发脾气。那小孩子感觉不到你为什么会这样发脾气，因为你在外面，你的思想已经改变了，你的感觉不好，回来就不好。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一个人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你看到他就觉得心情不舒服，所以很多快乐的事情变不快乐了。本来要吃顿好吃的，看到他就不想吃，那怎么办？你的思想不改变，你那一餐就不好吃了。思想模式会影响你的感觉，你的感觉就影响你的行为，那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事情过了就好，有些事情是决定你的生命、你的人生的命运的，那还得了？你不改变，那等于是往这个坏的命运走。所以，我们靠着圣灵要改变什么呢？改变思想。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停止自私自利、不成熟的想法，这些都要靠圣经一直把你淘洗，说原来我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我这样的想法是伤害自己的，我这样的想法是让人家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然后慢慢改变成熟的思想，有愿意为人设想的思想，不是每件事情都先想到自己。那这个人这种思想是天生的，有时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帮助，你开始改变。当你越为别人想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损失。你会发现说，你的胸襟，你的人生的境界就更开阔了。但是你如果想到自己，你会失去很多的朋友，失去很多人家可以帮助你的部分。第三点，我们要成长的途径就是脱去旧的，改变之外，要把旧的脱掉。以弗所书4章22节，他这样说：那么你们要脱下那一项使你们生活在腐败中的旧我。那旧我是由于私欲的诱惑而腐化了的。换句话说，那个旧我，当我们身体没有完全，很多都是旧的，有些是很好的栽培养啊，那是你要挑出旧的，挑出会伤害你的，挑出会影响你人际关系的，也挑出会让你那个人生观悲观的那些东西，那个叫做旧我。那些有时候是靠着借着私欲，或是借着人的软弱，或是借着魔鬼的攻击的，你要完全把它除去。这个旧的我，你要靠耶稣基督的力量。第一个，脱去旧人的心思，以弗所书4章18到19节。因为时间的关系，你有空可以好好读，我们就跳过来哈。那第二个是脱去旧人的行为。那我们稍微整理，这是什么行为呢？他说：不再撒谎，
不因为脾气而犯罪，发脾气了哈。第三个，不因为魔鬼有可乘之机。第四个是不再偷窃，这是圣经刚刚的经文里面所摘要下来的。除掉一切怨恨、暴力、愤怒，还有那些淫乱、污秽和贪婪的事，你们连提都不可提，而且不可说淫秽愚妄或下流的话，这些不好的话语都要把它除掉。而且还提醒我们说，淫乱、污秽、贪婪的人，他说贪婪就等于拜偶像，因为你的心思就在那边了。他说绝对不能成为基督和上帝国的子民。换句话说，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4章25节以后到5章的前面，这些都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救我。你说我有个清单，什么是救我？你对号看看这些我有没有？如果有，就是旧的，你要把它舍弃。但是还有呢，我们要除掉除掉一切之后呢，我们要穿上新的，旧的把它汰除了。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整理环境，我们要除去一些旧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穿上新人了，穿上新的东西，因为旧的清除掉了，要装上新的东西。就好像很多软体已经有一点病毒了，有些软体有一些不好用了，会卡卡的了，我们就请工程师或是你自己会把它那个软体重新安装，旧的除掉了，新的起来了。所以穿上新人就是我们的改变的途径的第4个，用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新人是什么呢？这段经文同样在告诉我们，他有一项说不要，而且要什么？说诚实话，生气不犯罪，不给魔鬼留地步，要做正经的事业，要分享别人，要记住软弱的人，说好话使人得益处，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凭着爱心行事。你如果查好这段经文，你就可以对照这些项目，是很多的。这是新人的项目，是新的项目，像新的衣服穿上去了，是整洁有型，而且看起来非常好看，那是新的。那你就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去很好的学习。最后一个，我们不只靠圣灵的帮助来做这个除那个，一个重要就是我们要抵挡魔鬼，因为我们基督徒你要认真很好，但常常会遇到瓶颈，会遇到挑战，会遇到攻击，会遇到诱惑，所以基督徒还要装备什么？要抵挡魔鬼的能力。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人的当中，很多的那个诱惑，很多的搅扰，很多的攻击，很多的挑战都在你身边，你看不到。所以呢，抵挡魔鬼就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以弗所书的第6章第6章的对不起，我的抵挡魔鬼在以弗所书6章的10节到18节这样子说，就是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穿戴军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在跟灵界打仗，不是跟现成的看得见的打仗。第一个，胜过魔鬼的胜过磨难的日子，胜过魔鬼的诡计试探，还有穿戴全副的军装。我们知道现在的国家在战争的时候，哇，好厉害！它不只是有形的，有没有？有形的那个防御比如说用飞机啦、大炮啦，还有潜艇啦。陆军哇，一大堆设备装备都有，而且它要什么？网络的攻击，看不见的间谍的攻击。那我们这个有形的国家的防御都这么严谨了，更何况是圣灵要帮助你抵抗看不见的魔鬼的攻击。所以你要穿全副的军装，是为了抵抗魔鬼的诡计试探。那军装呢？我们从经文里面读得很熟悉，我们可以做一点复习。说11节说要穿戴上帝所说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第二，12节他说，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不是跟血气的，我们看得见的敌人，我们都很困难抵挡了，何况是跟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是看不见的，看不见你就好像逆中战机一样，你看不见你怎么办？那邪灵魔鬼就是这一种，随时攻击你，你看不见，你用自己的方法抵挡得了吗？所以我们需要穿上帝所示的全副军装，是这个意思。13节他说，要拿起上帝所示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哇，这个很不简单的事啊！因为我们看不见的敌人，你必须要靠圣灵，他能够让这些逆中战机现形了，让那些看不见的网军现形。圣灵就是有这个能力。那你不靠圣灵帮助，用自己的方法打乱仗啊，随便抵挡都抵挡不了。所以，这些上帝的军装有这以下啊，他第一个说，当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第二个，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拿着信德当着盾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最后，他还给我们提起，说我们为什么要靠圣灵？因为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而且要警醒不倦，为圣徒来祈求。或者说，你穿上这些军装是圣灵给你的，常常祈求，因为这个军装不是穿在那边一直存在是你因为跟神接近，常常祷告，常常恳求，常常守望，那个军装才一直存在。有人以为说我已经装了一层保护膜了，一个神盾帮我挡住了，原来你已经大门洞开了还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跟圣灵保持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在受难周有40天的连锁祷告？那不是在玩游戏啊，是一个我们要跟看不见的灵界的征战。我们为什么要邀请大家来参加中保祷告？大家轮流1个小时读经祷告，有什么用途呢？是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承认一个人的力量也不够，所以我们一群人一起警醒祷告，为众圣徒祈求。而且是多方的祷告，是因为靠着圣灵把这个装备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所以我们每次在祷告会的时候，就会一个宣告，对不对？为我们互相教会的信徒，我们的教会来做宣告，那不是仪式而已啦，是一种仰望神、靠圣灵来得救的。感谢主，我们今天透过受难周来思考。学习主耶稣，我们也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圣灵的能力，让我们穿全副军装，跟这些看不见的灵界的征战。因为你这样子才能持续成长，你才能学像基督。